王公公，今日午后皇上特意召我来的，怎么就……回娘娘，2个时辰前，淑妃娘娘带着潘大人和楚大人等，来敦请皇上立后。皇上被逼急了，这头痛的旧疾又犯了，这会儿啊，正在屋里头歇着呢。这个小淑妃。是啊，老奴也觉得不可思议呀。唉，陈妃娘娘，看来皇上今儿是不想见任何人了，您还是请回去吧。王公公，本宫实在忧心皇上是否龙体安康，王公公能通报一声，让本宫进去看看吧。王公公，奴才在。让媚娘进来吧。是。陈妃娘娘，请。臣妾拜见皇上。啊，媚娘，你来了。皇上，头还疼吗？我的头啊，我的头痛本来是装的，但现在是真的了。唉。皇上，承蒙皇上对臣妾的恩宠，臣妾却不能替皇上分忧解劳，实属愧疚。没关系，你来了，朕就精神了。媚娘，这个淑妃啊，跟你差的真是太远了。我本来已经想好怎么立后的决定，没想到她和一帮臣子竟然跪在门前，要求我立她为后。唉，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向那些臣子交代。皇上，臣妾当不当皇后不重要，只要皇上能够龙体安康，陪着我和红儿，臣妾就满足了。你真是朕的好妃子。今日有劳各位大人，来，咱们喝一杯。好，我先干为敬。来，干！来，为国效力，本就是我等职责所在。潘大人、楚大人悉心为国，我等发自内心的敬佩呀。我等今日一去，令皇上猝不及防啊！从皇上今日表现来看，只要我们再多去几次，我相信一定会立淑妃为后的。楚大人说的有理。来，各位大人，我们干一杯！来，干！本宫真是小看了萧淑妃，竟然没有先下手为强，才让她趁此机会，在暗地里搞这种花招，竟真能动摇皇上立我为后的心意。娘娘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你速去请南昌王过来一趟，就说本宫有要事相商。是，娘娘。喂，您要找我来聊天喝茶，我随时奉陪；您要找我来聊一聊媚娘的事儿，对不起，恕不远送。哎，尹好，你说什么呢你？我跟你说，下午的时候，潘守义、楚随良等人已经和萧淑妃一起去御书房找过皇上了。再这样下去，萧淑妃就真的要当上皇后了。你要再不帮我，我一个人的力量在朝中没办法力挽狂澜啊！好啊，走得越高，仇人越多，高处不胜寒嘛。谁当皇后都可以，只要不是媚娘就可以。不是你，王爷，殷大人，什么事？王爷，娘娘有事找您，请您过去一趟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哎呀。
娘娘，王爷来了。娘娘这么晚邀我前来，不知有何要事？萧淑妃带着群臣去找皇上的事情，王爷想必已经知道了。我知道了，事态严重，我已在想对策了。不过本宫已有一个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既然我们在朝中的势力不如萧淑妃，切不可硬碰硬。我们可以用一个缓兵之计，拖住皇上，到时让皇上推迟立后的决定。虽然这样一来，本宫成不了皇后，但她萧淑妃也别妄想。只要拖住时间，我们就可以趁此时机，大肆拉拢自己的势力。拉拢势力。可是现如今朝中的一些一品官员，除了明哲保身、维持中立的几个之外，剩下的都被潘守义和褚遂良笼络了。王爷不必担心，本宫想让王爷拉拢的人，并非是他们。哦，本宫希望王爷能去联络朝中4、5品大臣，他们的数量颇多，若是能够联合一气，他们的势力不容小觑啊。有道理，只怕单凭这些4、5品官员的势力，没办法拖住皇上。要想拖住皇上，本宫自有妙计。其实拉拢这些大臣，本宫也是为了日后成后之时，他们能够成为本宫强有力的后盾，能与潘守义、褚遂良这帮老匹夫抗衡才行。原来如此，还望王爷能够尽快联络这些大臣，到时候本宫再告诉王爷接下来该如何去做。我明白了，那我这就去办。告辞了。哎，这不是媚娘吗？啊！上苑桃花朝日明，兰桂艳怯动春情。井上新桃偷面色，檐边嫩柳学深青。花中来去看舞蝶，树上长短听啼莺。林下何须远借问，出众风流旧有名。这不就是母后的《春游曲》吗？正是。媚娘怎么会想起这首诗呢？皇上，长孙皇后德才兼备，亦是后宫所有妃嫔学习的榜样，也受先皇的爱戴。其实长孙皇后也是媚娘最为欣赏的女人。皇上，媚娘觉得现在十分幸福，所以才会时常想起长孙皇后。有皇上、红儿在后宫之中，媚娘甚是满足。媚娘，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个样子，朕的头就不会那么疼了。皇上还不舒服吗？哎，天天都不舒服啊。皇上，不如快坐下，让媚娘为皇上按按。哎呀，你真够体贴。好，来吧。好，给我按一按。哎呀，姐姐思念未了，才迟迟不肯立后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媚娘啊，不是朕急啊，现在是那帮大臣比我急。那些大臣也真是的，他们可都是辅佐过先皇的，怎么会不知道长孙皇后之事呢？皇上，你何不以此为鉴呢？以此为鉴。媚娘，我想起当年的事儿了。当年父皇因为思念母后，不顾那些大臣的阻拦，还要我和姐姐留在他的身边，无论如何不回东宫。不止如此，父皇还特地修了祭奠母后的精舍层塔，公开拜祭呢。一说起这些事，
就让朕想起了父皇和母后。皇上，莫要难过。其实淑孝姐姐也很幸福啊，能够得到皇上的私慕。皇上，若是那些大臣再逼你立后，何不以先皇的例子来反驳他们呢？料那些大臣也不敢再多托辞。对，说得对。那么下一次再见到他们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这样说，是吧？媚娘，你真是善解人意啊！来，再帮朕多按一会儿。好。宁浩，宁浩，宁浩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你起来。你说，你怎么了？我没怎么呀。没怎么，你这副样子。说什么事儿？师傅没准能帮你。师傅，我就是不明白，王爷干嘛这么帮媚娘？他现在位置变了，他的心也变了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我真担心，他要是当了皇后，做出什么事儿来。如果武媚娘真的有此命数的话，哼，那也是天意啊！我不懂什么命数，你还好意思跟我说不懂命数？想当初让你跟我好好的学易经命理，你就是不感兴趣，非得学什么丝竹管弦这些东西。也是，你要学了命理啊，徒增烦恼。但是行了，你会说你好好的，师傅也愿意你好好的啊。就你这个样子，想当初你父亲把你交给我，我怎么面对你父亲啊？行了，师傅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我是这么认为的。怎么认为？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一切都是天意，武媚娘的事儿是你控制不了的，想开点吧。命运是不可转变的，也许师傅有道理。哎，师公，我师傅怎么样了？没事儿，你师傅这个人就这样，一头栽进去，到了玄武门也不会回头的。那怎么办呀，师公？没事儿，过几天就会好的啊。哦，我这个徒弟啊，我最清楚不过了。葫芦啊，好好照顾你师傅啊，到上师局去，让春喜给他做点好吃的。哎，老夫先走了，有事到太师府来找我。哦，师公慢走。启禀皇上，潘大人、楚大人到。臣等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已经3日了，不知立皇后一事，皇上考虑的怎么样？此事臣等寝食难安呐，还请皇上早做定夺。朕已经说过了，现在朕不打算立后。皇上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后宫不可一日无主。若不及时立后，只怕后宫将会大乱，到时必将辱我大唐威名啊！皇上，后宫大乱，为什么我不知道？先皇因为母后死去13年都没有立后，也不见得后宫有多乱。现在朕为了尊重去世的皇后，就不可以了吗？啊，你们曾经是辅佐过父皇的人，你们应该很清楚、很明白父皇对母后的深情。难道你们觉得我就不能像我父皇一样吗？这件事朕就这样决定了，你们先退下吧。臣请皇上三思。皇上三思。我会
我会4司、5司、6司、7司、8司，可是你们要先退出去。臣告退。娘娘，怎么样？王公公怎么说？娘娘放心，皇上已经一口回绝了潘守义、褚遂良那群大臣，决定暂缓立后之事。好。娘娘，王爷，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是不是听说皇上决定暂缓立后的事了？正是。那你要再开心一下了。明天偷空来我王府一趟，我决定了，明天要设宴款待这几日联络到的大臣们。王爷果然厉害，这才几日功夫就办好了。哎，就是顺藤摸瓜嘛。这几天我费了很长的时间去搜集这些大臣的资料，最后我发现，只要应承他们，告诉他们事成之后官位接升，谁不愿意啊？一个一个的都答应了。王爷能够帮助媚娘，实乃媚娘大幸。哎，别这么说。希望明日之后，这些大臣能够成为本宫的政治后盾，这样才能对付潘守义和褚遂良那帮老臣。哼，这些没用的废物！连你也挡着本宫的路吗？奴婢不敢，奴婢不敢！气死我了！小蝶，你明天去把陶主寝宫里办做法的那个道长给我找回来。听说他的厌胜之术非常厉害，我要借助他的力量，彻底把那个武媚娘给铲除掉。娘娘，厌胜之术在宫中可是杀头的大罪啊！哼，兵行险招，本宫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做得隐蔽点，不会让人发现的。是娘娘。今日我们大伙儿有幸来到王爷府上，参加如此风雅的诗宴，我们还要感谢王爷呀！哎，行，多了啊，咱就别互相客套了。跟你们说实话吧，这顿饭呢，其实本王只是出借场地，真正的主人不是我。敢问王爷，真正的主人到底是谁呀？是陈妃娘娘。陈妃娘娘。奴婢参见陈妃娘娘。众位爱卿都免礼吧。谢娘娘。行了，都坐吧。诸位爱卿乃是国之栋梁，本宫在此敬诸位大人一杯。敬娘娘。这枚发簪，一会儿劳各位大人轮番投掷。若是哪位大人没有投入到花瓶中，那么便要罚酒一杯，吟诗一首。规则便是如此简单，还望诸位大人能乘兴而来，尽兴而归。有意思啊！好，这好玩，这个好玩。哎，我先来啊！来。呀，王爷罚酒，王爷罚酒啊！好，罚酒啊！先干为敬。好。王爷，啥？酒喝完了还要再吟一首诗呢。还要吟诗啊？行。鹅，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
这都行。其实本王说这首诗是有意义的，什么用意呢？大家看我们的陈妃娘娘，千娇百媚，雍容大度，但是还要依靠各位大人的鼎力相助，才能够帮助陈妃娘娘成为辅佐皇上、母仪天下之人。就像这首诗中所说，这个鹅，表面看上去很洁白、很纯洁、很淡定，在水上漂浮，但其实它依靠的就是水下的那一双勤劳的红掌，而诸位大人就是这一双红掌。臣等愿意尽力而为。好好好，那我们再喝一杯，再喝一杯，来，干杯，干杯！来。启禀娘娘，道长带到了。贫道参见娘娘。道长免礼。没被别人看到吧？回娘娘，我带道长走的是偏道，没有人会发现的。道长，本宫这次又把你请过来，想必你应该知道所谓何事吧？贫道明白，娘娘要的东西，贫道已经准备好了。娘娘，道长，本宫花了大把银两把你请过来，就是希望能看到成效。如果这次除不掉武媚娘，这笔账，本宫就要算在你的头上了。这个布偶是贫道按武媚娘的生辰八字制作而成，里面装了您让小蝶带来的武媚娘的头发。贫道已经施法。这枚实心针，更是贫道用5毒的毒液浸泡而成。娘娘只要每日5时正点刺在布偶的心窝处，那武媚娘必然顿时心如绞痛，不出数日，必然暴毙身亡。可如果皇上请了太医来验尸，难道不会发现什么端倪吗？娘娘大可放心。贫道咒法治死之人身上绝无丝毫痕迹，那太医纵然医术再高明，也觉察不出死因。看来这验圣之术果然是厉害呀。可是娘娘，这验圣之术根据大唐律法，在宫中可是杀头的大罪啊！哪那么多话？你不说，我不说，有谁会知道？赶快送道长出宫，千万不要让人看见。是娘娘，道长请。贫道告退。武媚娘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多谢王爷相助，要不然萧淑妃就会靠着潘守义那些老臣立为皇后，那时候本宫可就永无翻身之日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举手之劳罢了嘛。这次宴会很成功，希望能够拉拢群臣，以增加支持本宫的势力。有了他们的帮助，事情就顺利很多了。红儿哭了，王爷稍等片刻，我去哄哄红儿。好好去吧。殷浩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为什么要帮他？你大可以袖手旁观的。殷浩，你师父也说过，天命是无法违背的。如果你不顺应天命，非要去改变它，反而会发生更不好的事情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懂，我也不信，什么天命，全是假话。殷浩，我知道你很难接受武媚娘的改变，但这些日子来，我相信你也明白，她已经不可能回到以前跟你相处的那个样子了。她只要是想改回来，她就能回来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对你很失望，以后不要说是我的朋友。
娘娘，这是我从御花园新采来的花，您看好看吗？柳儿，这花虽美，但却像人一样，不能洁白永存呢。娘娘，快穿御衣，穿御衣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！武媚娘，你这个贱人，我要你死！媚娘到底怎么了？禀皇上，微臣已经用尽办法，可还是查不出陈妃娘娘身上到底有何病症。啊！现在吐血了，还查不出什么原因来？你们怎么当御医的？啊！皇上，媚娘，媚娘，皇上，臣妾现在觉得好了一些，皇上莫要担心。真的吗？这几天你要好好待在寝宫里面休息，不要到外面乱走了，啊！怎么样了？娘娘放心，一群御医查了半晌，什么病因都没有查出来。看来那个道长还真是没有骗本宫啊。春喜，春喜，春喜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春喜，有酒吗？你怎么了你？你这是喝了多少啊？有喝酒，拿酒去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呦我喝，哇，这心情是得有多不好啊！来，我喝酒。拿还喝啊？拿酒。我拿。我喝酒。我拿。春喜，我去拿。春喜，我去拿。春喜，银浩，银浩，银浩，醒醒！哎，你放手！你这干什么呀你？媚娘，变了。哟，醒了！来，春喜啊，喝点粥，我刚熬的。哎，我昨天是不是找你喝酒去了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可别提昨天晚上喝酒的事儿了，我还没开始喝呢，您就已经醉得像个死猪一样的了。我就只好找了8、9、10个人给您抬回来了。您那重量，比我们上市居养的猪还要重哦。哎呦，丢死人了！丢人吗？还有更丢人的呢。啊？想知道不？啊？行了，跟你说正经的啊，你昨天晚上喝多了之后，一直在叫人家武晨飞的名字，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小心你的猪脑袋啊！
行了，把粥喝了吧，我刚给你熬的。我走了，你歇会儿吧。银浩哥哥，银浩哥哥，哎，媚娘，媚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婆婆见你那么久都没回来，让我来看看你。啊，你看，这是老板今天给我的工钱，还有包子。哇，你又赚工钱了，好厉害啊！小意思，走。你尝尝。可香了，好吃吧？站住，站住！把包子留下。不行，这是留给婆婆的。我管你留给谁的，抢！媚娘，快走！给我，给我！你们放呀，哥哥！放呀，哥哥！拿过来，拿过来！哎，松手了，拿过来！快跑！他疯了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走！快点！银浩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媚娘你看，包子还在呢。媚娘，昨天做了个梦，梦见我们小时候在乡下玩耍，可开心了。早上醒来，觉得有点惆怅。这么多年的交情，难道就此就淡化了？所以想来看看你。媚娘，你现在已经身为四妃之一，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，可以了。我很希望你走出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，好好的过几天太平日子，不行吗？这还由得了我吗？银浩，我何尝不想开开心心的过一生？山清水秀，鸟语花香，小溪潺潺，我们如同儿时那样走着跑着，肆无忌惮的大哭大笑。我武媚娘也向往过这样的日子，可是你看着周围雕梁画栋，金碧辉煌，头上的金龙压得我喘不过气。什么样的环境，就要有什么样的活法。你不进一步，别人就会进一步。在其位，谋其政。也好，在这深宫里头，就没有仁义二字。在这里的生存规则，就是要强大。媚娘，你说的我都明白，但我还想劝你一句：进一步山穷水尽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做事儿别太绝了。我做的绝吗？也好，自我进宫以来，他们
们就要置我于死地。他们害死了平儿，害死了我姐姐，这还不够吗？那么，梅娘，梅娘，你怎么了？梅娘，梅娘，你怎么了？梅娘，梅娘，斗我！你斗我！你不是要跟我斗吗？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！哼！跟我去看看他。娘娘，怕什么呀？跟我去就是。是娘娘。我得先把这个木偶藏起来。师傅，武晨飞现在怎么样？就疼了一会儿，现在好多了。他说疼起来的时候，好像10000根针扎在心口上。御医怎么说？御医会诊也没说出什么来。我是亲眼看他痛的，吐了血呀。我怀疑这里面是不是有别的状况？他一般都是什么时候痛？一般都是午时前后，但痛过去就好了。午时前后，阳盛阴衰，上阳之时易行咒法。难道是验圣？验圣？为师要先去看一看武晨飞啊。哎，你好。什么是验圣？邪毒咒法害人，民间叫扎小人儿。这么说来，咱俩做的好像是同一件事了。那别吵了。娘，皇子殿下，您慢点。娘，哎，皇子殿下。娘，皇子殿下。娘。淑妃娘娘好像不在这儿，要不咱们先回去吧？不要，我要在这儿等我娘。可是娘娘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呢。我饿了，你给我拿点点心。那好吧，皇子殿下，您在这里稍等一下，奴婢这就去给你拿点心。你快去，我都快饿死了。春熙姐，这药是按方子熬的吗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你就放心吧，熬药这么简单的活难不倒我的。那就好，春熙姐做事总是让人这么放心，难怪娘娘一定要让春熙姐帮忙熬药呢。对了，柳儿，这药不应该是太医院熬的吗？怎么陈妃娘娘到我这儿来熬啊？娘娘说了，这宫里头啊，人人都看着慈眉善目的。可一转头，个个都是罗刹鬼，稍不留神就丢了性命。娘娘信不过太医院，就只好让我来找春熙姐你了。这娘娘在宫里的日子也挺不容易的。行了，赶紧趁热给娘娘拿过去吧。那柳儿先走了。春熙姐。有没有什么现成的点心？吉儿皇子急着要吃呢。有的，你稍等啊，我去给你拿。好。皇子殿下，皇子殿下，你没事吧？吓死我了！不好意思，皇子殿下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没事了。柳儿，淑妃娘娘，娘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冲撞本宫的皇子！淑妃娘娘，奴婢该死。奴婢是因为要给陈妃娘娘送药，所以一时心急，才撞到皇子殿下的。我谅你也没这个胆量。这没你的事了，下去吧。是。
师傅，怎么了？啊？是燕生。真的吗，师傅？这可是大事，不能错的。为师刚才去探视过武晨飞，见他眉宇之间好像有一股浊气萦绕，再加之脉象正常，却每日午时心痛难止，这都是有人对他实行厌胜之术的征兆。如果真是厌胜的话，那有什么办法可以破解吗？破解厌胜之术，完全在于对他施法的那个布偶。如果找不到那个布偶，没有什么办法。哎呀，师傅，这太难了。宫里这么大，就算皇上传旨各处搜，一时半会儿也搜不出来啊。而且看媚娘那个状态，恐怕坚持不了多久。你不要着急，你跟为师回府一趟，为师给你个符，暂保武晨飞一时平安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就说师傅有办法。来，娘娘恕罪，娘娘恕罪啊！你是不是疯了？竟然拿这个东西给杰儿去玩！是皇子殿下说他饿了，奴婢才去上食局拿点心，根本不知道皇子殿下。还敢顶嘴！我看你是想害死本宫。小蝶，把他送到洗衣房去。娘娘恕罪啊！娘娘不要啊！娘娘饶了奴婢！小蝶姐姐，我求你不要让我去洗衣房，求求你了，小蝶姐姐！是你惹恼了娘娘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小蝶姐姐。娘娘，你还痛吗？这种痛说来也奇怪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媚娘，媚娘，燕浩，媚娘，有何事？把这个香囊贴身带着，里面是师傅请的符咒。师傅说可以暂时保你不被邪毒侵害。什么邪毒侵害？师傅说，可能有人对你使了厌胜之术。厌胜之术？怪不得我每日午时就会心痛。李大人有没有查到是谁干的？有没有解决的方法？只是找不到那个施术的布偶。是一个布偶吗？对。哎呀，柳儿，淑妃娘娘，回娘娘，奴婢今天早上帮您从上食局拿药回来的时候，经过走廊，正好碰到杰儿皇子，看到他手里就拿着一个布偶。柳儿，那布偶上面有没有媚娘生辰八字？我只看到上面有字，还没有看清楚，淑妃娘娘就给抢走了。萧淑妃，一定是她干的。燕浩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不犯人，他们就会来害我。你先别着急，咱们禀明皇上，再找淑妃。没用的，没有证据，他完全可以矢口否认。柳儿可以作证啊。柳儿，一个奴婢的话，你以为就能斗得过萧淑妃吗？娘娘，您叫我。小蝶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把这个东西藏起来。娘娘，如果皇上真的下令要搜，咱们藏在哪儿也是会被搜出来的。那怎么办？我把它藏在哪儿呢？我早就跟您说过，不能用厌胜之术，在宫中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啊！要你多嘴！哎，找个火盆来，把这个布偶烧掉。是，奴婢现在就去。
本宫的命。是啊，这个淑妃娘娘，真没想到她的心肠如此狠毒，宁可犯了宫规，也要用这厌胜之术杀害娘娘您啊！哼，这次她犯的可是死罪，本宫绝不会轻易放了她。像这种厌胜之术，是连老祖宗都禁止的狠毒之术。这样的女人，在皇上的身边，万一有朝一日她想加害皇上，皇上怎能防备？想到这一点，本宫就寝食难安呢。可是，这眼下我们又没有证据，没有办法定她的罪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不是见过那个布偶吗？嗯。这证据找不到，本宫就做一个证据。本宫要让萧淑妃百口莫辩，死路一条。干娘，来，吃点这个。春喜啊，这2天武宸妃身体不太好，你要多注意饮食，切忌与药相冲，而且要给她补气血啊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您说的我都已经记住了。干娘，倒是您自己，本来身体就不好，多照顾自己。以后呢，这些事情您就别费心了，女儿会做好的。我呀，老了，也该告老还乡，享享清福了。等我走了之后啊，这个位置就是你的。不过在宫里做事一定要小心，不能与人结仇啊。女儿记住了。我还知道啊，你喜欢那个殷浩。其实啊，我也挺喜欢那小子的。这小子既聪明又善良，以后见了皇上啊，干娘一定向皇上提起，让皇上赐婚给你，好不好？干娘，您喝水。哎呀，女儿哪有喜欢人家？再说女儿也没打算嫁人，就打算陪在你身边的。好，我知道你是个孝顺女儿。最近天气干燥，所以朕特别叫上食局，做了这个很好吃的莲子汤，可以清心润肺，大家一起尝尝吧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妹妹，看你最近的身体恢复的还不错嘛。托姐姐的福，妹妹好多了。来，姐儿，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娘娘，媚娘，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啊？臣妾有没有事？心口又开始疼了，就像上次那样，好像有人用针扎臣妾似的。御医，快传御医，快传御医，快传御医，快呀！快点儿！娘啊！怎么样？啊？皇上，好痛哎呀，皇子殿下，这可不能玩啊！这是从哪来的？这是娘的。什么？来人，帮我扶住媚娘。是皇上。啊！大门后发落。是。皇上，不要！
上，皇上，臣妾冤枉了，臣妾冤枉了，皇上。娘娘，奴婢去问过了，皇上气得暴跳如雷，可能会将萧淑妃处死。在这深宫之中，竟敢施行厌胜之术，按大唐的例律，本来就该问斩。柳儿，准备好香火，明儿个本宫要去一趟护国寺。是，娘娘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来人呐！我要见皇上！来人！我要见皇上！来人呐！吵什么吵？我要见皇上！皇上是不会见你的，死了这条心吧。哎，求求你通融通融吧，我一定要见到皇上。嘿，你自己犯了这么大的罪，你就听天由命吧。别走，你给我回来！回来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武媚娘，你好狠毒，竟然反咬我一口！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不能死！我不能死！我要见皇上！来人呐！我要见皇上！来人！我要见皇上！来人呐！春喜，有一天你要恨我，可别用厌胜术来害我啊！听见了吗？哎呦，害你用得着那么复杂吗？有毒啊！真的？嗯。哎呀，疼！你说怎么了？睡觉。哦。哎呀！林浩，春喜。王爷，怎么样？我刚从御书房回来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有好几位大臣联名上书，要力保萧淑妃，说这其中定有冤情。那皇上的意思呢？皇上不同意，看来淑妃这次凶多吉少了。嘿嘿，好啊，这个叫恶人自有恶人磨。没伤着你吧？没关系。悲的菩萨，感谢菩萨能够让我的大仇得报。愿菩萨能够保佑我的姐姐雾水，我的女儿平儿，愿他们能平平安安的在天上度过。保佑我的红儿能够平平安安度过一生。娘娘，娘娘，不好了！出何事了？王公公前来通报，说皇上晕倒了。什么？王公公，娘娘您来了。到底出了何事？还不是杰儿皇子一大早就来找皇上，给淑妃娘娘求情，皇上不同意，他就哭了整整一早上。皇上怎么劝他都不听，这些日子，皇上本来心情就不好，这一急，头疼的旧疾又犯了。这太医刚走，说让皇上好好休息。那杰儿呢？老奴已经让人把他送回去了。王公公，让本宫进去看看皇上吧。娘娘，请。
皇上，媚娘，我真丢脸。身为一国之君，我都没能好好照顾自己的孩子，现在连自己的孩子都满足不了。我是不是很没有用啊？你告诉我。皇子殿下，我们回去吧。皇子殿下，别闹了，我们回去吧。皇上，好好休息，让臣妾出去看看吧。好。皇子殿下。皇子殿下，我们回去吧。不行，我要见父皇。王公公，参见娘娘。洁儿，莫要再闹了啊！娘娘，父皇为什么不见我？洁儿，你父皇身体不舒服，做儿臣的应该懂事才对。若是惹怒了皇上，任何人都担待不起的。我要见娘亲，我要见娘亲，我要见娘亲，我要见娘亲。好了好了，洁儿，不要再闹了啊！我要见娘亲。好了，洁儿，不要再哭了。我要见娘亲。帮我把那个放上去。哎。是。好嘞，行了，可以送过去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春叶姐，这是给哪个犯人做的？这么好啊？给淑妃的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最后一餐？去，别胡说八道啊！这是人家王公公今天特意差人来说，给淑妃吃点好的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大概是因为今天洁儿皇子哭得太凶，所以把皇上给打动了吧？哎，你说，皇上要是再感动，淑妃不一定能死啊！切，一个大老爷们儿真够多管闲事儿的，跟你有关吗？这么晚来干嘛来了？我有点饿了，看有没有吃的。最后一餐。现在皇上心念一动，随时都有可能赦免淑妃。若无法劝阻皇上，倒不如借机巩固我自己的地位。日后若要除淑妃，那就轻而易举了。娘娘，王爷，听说你有事情找我。本宫为难不要紧，现在皇上左右为难才是最重要的。本宫也是个母亲，看到洁儿如此伤心，本宫也难过。萧淑妃如此狠毒，竟对本宫使用厌胜之术，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已无法挽回。其实皇兄也想赦免他，可是这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，他也没办法。本宫恨淑妃，但也觉得罪不至死，更不愿看到皇上为难呢。但事已至此，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。本宫倒有个办法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但说无妨。
立后。立后？对呀，只要皇上立了新后，就一定会大赦天下，到时候萧淑妃就可以逃脱死罪了。对。可本宫担心那帮老臣们会竭力阻挠，到时还望王爷能够帮助本宫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我这就去跟皇上说去。且慢，还是由本宫自己去说吧。为什么？人言可畏，本宫不希望在这宫廷之中落下个结党营私的口实。说的有道理，那我就静候佳音了。慢走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两位爱卿，有什么要说的？臣恳请皇上三思，还是赦免了萧淑妃为好。王皇后刚刚过世不久，如果皇上再杀一个贵妃，若此事传到民间，黎民百姓会以为您是一个暴君呐！皇上，不错，还请皇上收回成命，饶过萧淑妃一命，以示吾皇有好生之德。你们知不知道，到底朕在想什么？天大地大，也大不过祖宗家法。后宫之中用这个燕圣，是何等罪名？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。你们是辅国功臣，这不要再说了，都给我退下！皇上三思啊！臣请皇上三思，退下！臣等告退。臣等告退。哎呀，皇上。臣妾参见皇上。参见皇上。平身。皇上，臣妾刚刚看到潘守义、褚遂良两位大人，他们是为何而来啊？哦，还不就是为了淑妃的事，要朕饶过淑妃。如果有办法，朕早就做了。皇上，臣妾倒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其一可以救了淑妃的命，其二又不违背祖宗先法。爱妃有何良策？大赦天下。一时之间怎么大赦天下？立后。只要皇上肯立臣妾为后，便可大赦天下，救萧淑妃一命。你真的不怪淑妃？皇上，臣妾也身为人母。看到杰儿皇子如此伤心，臣妾也实在是难过。萧淑妃固然罪有应得，却实在罪不至死。为了皇上，为了杰儿，臣妾也就没什么怨言了。啊，这倒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。不过，你在担心什么？臣妾担心会有些大臣说臣妾迷惑了皇上，一心想要立后。媚娘，其他人说什么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就是朕明白你就好了。娘娘，您真的想救萧淑妃吗？本宫救她，只能使皇上更加宠爱本宫。到那时，本宫已经当上了皇后。萧淑妃即使活着，
也对本宫造成不了任何威胁了。就让他这样死了，岂不是太便宜他了？本宫要让他看着本宫风光无限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让他生不如死。柳儿，替本宫安排洁儿去见萧淑妃。是，娘娘。皇上到现在还没有召见潘守义和褚遂良，他们两个到底有没有帮我说话呀？难道本宫真的要命禁于这个天牢里面吗？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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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洁儿，洁儿，洁儿，娘，洁儿，娘，洁儿，洁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你父皇恩准的吗？不是，父皇好狠心，父皇不要见儿臣，是陈妃娘娘，她让儿臣来看你的。参见淑妃娘娘。猫哭老鼠，不安好心。娘，儿臣好想你，你什么时候才能从这里出去，回去陪洁儿玩啊？洁儿，娘何时不想早点回去陪你啊？可是，娘，洁儿，皇上万万不可立陈妃为后，陈妃乃前朝美人，若本朝为后，恐怕有违祖先立法。皇上，我等之举都是在为大唐着想，还望皇上三思啊！皇上，臣却觉得皇上见列后赦免淑妃乃大善之举，祖宗在上，见吾皇仁德，也会保佑我大唐平安兴盛啊！皇上，两位辅国口口声声为大唐，为何要阻挠皇上如此仁德之举啊？韦大人，你只是一个三品小员，也敢在这朝堂之上与本官讲仁义道德？楚大人，这仁义道德难道也要分品级不成？你什么你，我什么我呀？烦不烦啊？现在是我大哥娶老婆，你们在这喋喋不休的争论什么呀？我知道，你们都是为了大唐好，但是这种事情，是不是要听当事人的意见啊？皇兄，朕心意已决，即日册封武宸妃为皇后，立后之日，大赦天下。至于萧淑妃这个犯妇，除去淑妃称号，贬为庶民，终生监禁于上阳宫。就这样办吧。如果谁再敢忤逆朕，就别怪朕不顾情面了。真好，媚娘终于要当皇后了。羽凡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，快点，快点！干什么呀，大刚？你姐丢了，快！怎么就丢了呢？这非要喝什么木瓜银耳羹，家里没有，我就给买去吧。结果回来人就没有了，哪个屋都没有。行，别说了，你找了没有？没找着啊。那赶紧找啊！我姐穿那身衣服，身上又没钱，一定走不远的。我就别着急，咱们得找去。我让你看着他吗？哪儿去了？你说这事闹的，快，走了！哎呀，我说了让你看好他，怎么一眨眼人就没了呢？我哪知道这人哪儿去了？别着急，找那边没有，哎，
这儿有没有？哎，阿姨，请问一下，您看没看见一个头发这么长，然后穿着古代衣服的姑娘啊？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这么高？对，头发是那样的。那儿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问你们一下，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穿着衣服这么长？没有。糟了，这么半天也找不着。要不咱先回家吧？哎，实在不行再报警。那只能这样了。走吧，走吧。找不到能去哪儿啊？哎呀，姐，哎呦，南昌王，你没事吧？您这是去哪儿了呀？我们都急死了。这寝宫的门为何打不开啊？哦，我来。哎呀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走，我们进屋说吧。回来就好啊！来，快进！哎呦，你说你上哪儿去了？这是。你让本宫在这等你，本宫觉得这里很闷，便去御花园走走。谁知这路上竟碰到一些身着怪异衣服的番邦人，他们竟对本宫指指点点的，还有一群孩子追着本宫跑。我这一时不知所措，便跑到了花丛之中躲了起来。待他们离开后，我才出来的。哎，行，姐，啊不是，媚娘，不管怎么样，回来就好。折腾一天了，你也累了，要不然先回房休息一下吧。你肯定又累又饿是吧？我给你准备了木瓜炖银耳。且慢啊，银浩，本宫突然想吃春喜做的汤圆了。春喜？汤圆是吧？没问题，本王这就让上侍局给你准备。你先回房休息，等用膳的时候我来叫你。多谢南昌王了。哎，不用谢。又是一天呐，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行了，不幸中的万幸。还说呢，全是你惹的祸，都怪你，惹这么多事儿。行，怪我啊。哎，那个春喜是谁呀？春喜就是在我梦里喜欢你的那个傻丫头。喜欢我？想不到吧？这世上还有人喜欢你。漂亮吗？还行。哎，你可是发过誓的，你从身体到灵魂都属于我姐一个人。对，只为她一个人忠诚。这还差不多。行了，赶紧为我姐做汤圆去。你不是安排上食局了吗？你就是局长。局长还下厨啊？哎，去，赶紧去。姐，我的梦到底能不能唤醒你的意识？武媚娘连皇后都做了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啊？林浩，林浩，哎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皇上已经下旨，封武媚娘为皇后了。哦，哦什么哦？哎呀，快跟我一块去恭喜恭喜她！走。你要去就去，你拉我干什么呀？林浩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孩子气啊？
好歹武媚娘也是你的知己啊。知己？啊，哼，反正今天我不去，你去吧。行，你别去，我去。但我还告诉你一号，你太不男人了。站住！你再说一遍。你太不男人了。你有必要说这么清楚吗？走。这是都大人送的。这是韦大人送的。恭喜皇后娘娘。王爷，请受媚娘一拜。哎，别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媚娘能有今日，多亏了王爷鼎力相助啊！哎呀，不敢不敢。殷浩，嗯，媚娘能有今日，你真的不高兴吗？我开心，我是最开心的。媚娘，我是亲眼看着你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，亲眼看着你风里来雨里去。你现在已经坐在皇后的位子上了，希望你真正的母仪天下。媚娘，王皇后已经不在了，萧淑妃也打入了冷宫。媚娘，不要再被仇恨蒙蔽了双眼，你好好的，好好的。